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嘅阿靜啊。今日同大家嚟到馬鞍山嘅匯晴去睇一個特色開放式單位。咁而家呢，我係喺2座嘅頂層單位嗰度啦，實用面積呢就227尺。咁單位裏面呢，亦都可以望到海景，景觀非常開揚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住睇埋落去啦。一打開大門就會嚟到玄關位嘅位置。咁玄關位嘅左手邊呢，就會有雪櫃啊、微波焗爐等等，而另一邊呢，就係浴室。浴室採用咗企缸嘅設計，空間正正方方。之後我哋行前少少就會嚟到開放式廚房，呢度呢，有個電磁爐。咁旁邊呢，就係瞓覺休息嘅地方啦，空間嚟講都正正方方。而景觀方面呢，會望到海景，然後我哋就上埋天台望一望。天台大概196尺，空間都正正方方，後面可以望到山，而前方呢，又有一個好開揚嘅景。如果大家對於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記住聯絡我啦，多謝收睇。